來看金門金湖鎮一間養生會館，爆出講一個姓陳的中國女性佇遐做烏的。金門地檢署指揮偵辦了後，發現講有真濟官兵去遐開過，引起國安的疑慮。金門防衛指揮部表示講，有7名官兵涉嫌違反社會特殊維護法等罪嫌。除了警方呢會將約順到案，目前也啟動內部的行政調查。大門關條條，敢若是無營業。在金門縣金湖鎮的一間養生館，最近是爆出一個中國籍的查某人，是借旅遊的名義入境金門，所以來到藏佇養生館內面做非法的性交易。經過移民署金門專勤隊查緝，精神了遣返。金門地檢署偵辦了後，認定養生館的負責人違反刑法的妨害風化罪和兩化人民關係條例等罪嫌。查證報告發現有真濟現役的國軍官兵捌去消費。本案有多名國軍人員涉及在上開養生館內與陸籍女子從事性交易，引發國安疑慮已情。本署已查扣相關證物，積極釐清全案事實，以維護國家安全。國防部這邊有定正義專案，明定官兵和中國人士接觸必須要照規定來匯報，若是違反規定，照情節的輕重，要面對記大過、態度，甚至是依上法辦的處分。即擺有官兵捲入中國的查某人非法性交易，引發國安的疑慮。檢方當進一步釐清案情。有關金門防衛指揮部表示，所屬的7個官兵涉嫌違反社會特殊維護法等罪嫌，除了警方、軍方內部嘛啟動行政調查。盡量不要去這些有陸籍人士的一些比較女士陪伴的地方去消費。那其實講白一點，就算這些女士不是陸籍的那假設譬如說是甚至外國籍的，他們也有可能成為一個泄密的破口。金防部做台海防衛精選的重心，是中國滲透的重要目標。軍事專家講，中國是無排除透過女色來成官兵漏洩機密。除了國防部應該落實保護教育，官兵嘛應該避免出入這種場所，較袂變作國安的破口。記者綜合報道。